你知唔知西環有一棟樓，連香港政府都要出動靈異部門去調查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香港夜話》。今日要同大家講嘅係香港三大鬼屋之一高街鬼屋。呢棟樓建於1892年，係維多利亞時期嘅巴洛克式建築，最初係醫院宿舍。後來係1939年改造西營盤精神病院，有200張病床。但係去到1941年，香港淪陷，日軍接管咗呢個地方，將佢變成刑場，無數無辜嘅人喺呢度慘遭屠殺，周邊更加係亂葬崗。1971年，精神病院遷走，建築就此荒廢。期間發生咗2次火警，令內部殘破不堪。鬼屋之名就係咁嚟。最恐怖嘅係地庫，有人話每到夜晚就會聽到嘭嘭嘭嘅聲音，係以前精神病人撞頭嘅聲音。傳說搞到大批人去靈探，政府要出動專門調查靈異嘅部門去查。工作人員形容入面臭到忍受唔到。呢棟建築已喺2001年大部分拆卸，只保留咗花崗石外牆同 L 型迴廊。2015年正式成為法定古蹟，但傳說從來冇消失過。你有冇去過高街？歡迎喺留言分享你嘅經歷，記得訂閱香港夜話。下條片同大家講另一個更嚇人嘅故事。